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看那国小新生活。钓过十公咯，然后他专门钓外国去的，但我唔知。他讲那个，他去江也接来呀，地区。这是了。西拉雅文化，西拉国家公园，这条多好，这条新的多了，你看，然后，这边这个一个南宝港南宝港那个当然是西拉雅公园的哦。就靠我港了，就靠我港，靠那边的。就靠我港。你冇喺度背对。那个对。好。黄金龙钱钱。三文治钱钱。黄志玉钱钱。对。看看几家人啊，对咯。当那多少？你单嚟单起来，对讲。那个。然后加后收场。吴志德钱钱。加后收场。黄振兴钱钱。黄万次钱钱。黄罂粟钱钱，黄明花钱钱，还在这个，黄炫清啊，黄炫清钱钱，我来在这个，沈中雄钱钱，沈中，黄敏钱钱，张凯祥52，沈阳敏钱钱的。关你家。所以很伤心。到金山了。西拉雅国家风景区。有写一下。我在这些。张冠佑钱钱，吴先生钱钱，张阿来。陈舍波钱钱。林聪丽钱钱。这西拉雅现在是个蝙蝠族的西拉雅族，台南县的是蝙蝠族的西拉雅族，蝙蝠族的西拉雅族，台南县的是蝙蝠族的西拉雅族。好条屋，下雨了会淹水，好条屋。那简历了，还暗灯呢，水缸啊，聪明的。这个是宗教活动的，升旗的，西拉雅的宗教活动的升旗，穿白色的人。还有讲咧台积的，最好要上山的，祭典现在都用树的，上去的低了，低，不要再刷灯了。西拉雅文化，牛了，做牛车，你看，看到没有？还有民主技术学院，还有民主技术学院，民主系院，民主系院。现在民主技术学院的永康那边的元朗那边，西拉雅文化的迁徙的自然迁徙有欢迎。
好，不要放，不注上，哈哈。哦，前年呵呵。我这看看才好。啊，无人安尼接，唔知影接。唔知影，我捌听过啊，唔知影。捌来哈。空气枪。哦，赞。哦，这天地灵气就好。天地灵气很好。伊这张迄个。太冷了，那个。比较冷呀。哎，这个特别捌看嘞。时代进步啊！开这个建设这公园多无。哎，规定也出来了，过一条那个4年等你实验资源大学要过一条高速公路，那没偌久通车啊。那个北边嘛就对了，开那种单向风景。我看是10公里啦，啊，来讲15公里。哎，一贯道积木柱神与三重友善长方为一和爱心风，道群魔，还有心灵的意义，合成动物，一起来参与，还能见大内江这边，黄色这边的大内公园是不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哦，原来这都可以结这种果实啊，好漂亮啊！原来家里长大的那一棵就是这种的。哦，可以结这个果实，不能随便乱剥来吃哎，有的有毒的，这不是水果呢，你不能随便剥那个来吃哎，不可以随便拈花惹草。阿姨，我有那个花叶。哦，食甘蔗真用心啊！哦，买甘蔗真用心。准备，来，过来。哦，我拿这样讲，你个条条出来，考虑其他嘢，等你食到唔明啊？我拿出来，讲半家字，你都对正对大面啊！哦，赞。哦。一样好吃。很好吃。好棒哦！那就收走了吗？赞。哦，另外有个顾人要换衣啊，要查，好呀。哦，小朋友来这边玩真好。天池乐园。西拉雅国家风景区
有山有水。山庄有上场，我想看那些爱想看的，一起来这边玩。好漂亮，天伦之乐啊！看拿二胡的，金石乐园，陪你坐，一起走，不闹道士。现在有金石公园，上了国中画的，棒啊！谢谢。能搞。看你用的是跟光是搞。可以用，3个字，香港2点心，要用，大家等会见了，对。够用。上了，上这风景，睡，赞，天伦哈，行哈。希腊有金石公园，那是一个壮丁啊！希腊有金石公园，香港的杨义川。我来啊，阿姑你也来啊，哈，叫阿明，阿姑喂，谢谢，来坐一下，他们，来，没了，今天没叫你们的，今天他们的，这个然后啊，他们的，是我的。房间走。妈的，这个过来这个阶段是吧？要跟那个等身哦。我要去穿呢，那去穿，那个金贵起来了。啊，放。对了。我看哪个旧了？他旧了，看哪？应该是看。我那个他去拿不到。然后。咱去的是一天拢无落雨，咱去当地会透风兼落雨，像咧做风台诶。行到洗头，行一步都行无到，就再转来啊。然后这当场嘛无落雨，所以咱是较幸运的，对，选择一个有风又有雨的天气。但是今仔日来江河日丽啊，是不是？所以今仔日呢。
那个咱顶个系统都算起来吼，爱个来算的。咱顶个准备做些大地游戏啊、团康活动啊，都无算着。所以呢，咱今仔有准备团康活动哦，咱做游戏，可以选希望大家家己主动报名参加。你也认为你是老婆仔，咱就会当旁边泡茶休困。但是呢，我建议啦，65岁以下的尽量会当参加啦，好无？因为大家要踊跃参与安尼咱这个活动较有意义啊。主要是要动一动嘛，对无？我做老婆仔嘛，袂输少年的呢。那无一两日体咱就比咱较好个呢。你后咧爬山我真是个老人体在咧等啊。所以咱等下，你唔知报了解那是老人体那种，对不对？因为这摆老人体拢侪少年的啊。所以呢，咱等下啦，咱差不多中午用餐，咱等一下时间后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等下，现在几点？9点40，等下大概9点40分了我们先自由活动。因为西拉雅这公园算嘛真大，真好行啦。咱若讲会当爬，会当行的还是讲会当爬，咱会当行头顶环还有步道。你有去你顶环，你都要先勘察地形。咱出钱先给咱勘察地形的老看昂山蛮行。伊迄说明咱三个都整修，所以若有医疗遐就买咱卖做危险动作做来以安全为主只要是还好，因为这路个白白，较好行。所以咱这个时间自由活动，差不多咱到用餐的时间，因为咱有浅显会准备午餐。想要帮忙的先生来当来做来帮忙啦咱等下的时间是自由活动到食饭的时间，那团康活动伫食饱了，因为食饱就差不多爱困午餐时间咱到要较早食是11点要吃呢11点半好了啦，好吧，折中啦，好，卖折账。11点半食饭，好不好？11点半，咱煮物件伫遐啦，所以咱等下逐个食物件较凉，就来报账来，咱等个报表时阵，讲有叫浅显讲来咱做贴心呢，大家看个袂记了，要出去佚佗，拢看袂起，咱食袂起啊，咱有准备满的，所以咱有约未起来啦无可能大家拢无走啦所以遐应该有够的，所以咱等下11点半食午餐，11点半食饭，等下自由活动，咱到集合的时间，咱食饱有咱就走食饱咱就是伫这个周围，因为咱下晡有活动。好啦，我们的活动组长，还有咱的公署的副长、各位名友、各位好的，非常好，咱感谢着咱广播文典，咱研究亲，咱在遮拢是大家拢是道亲，所以咱才会当共住在这个西拉雅亲子公园里面的高语。那么当然，这件事。咱会当有这个交流活动，为上这个咱各位电台的切会，那么上辛苦的咧，就是咱的活动组长伊非常的快快，非常的亲切，我给咱办假，非常的咱讲非常的生涩。那么当然，咱今日两位师伫前一天的29已经去到泰国、到菲律宾，咱助理即阵嘛也搁伫大陆咧开放报道。所以讲，咱的前辈者因的辛苦
路要咱行。那么咱今日透过这个郊游联谊的活动以后，咱嘛爱增加咱的德性，甲咱的德智。啊，咱有时间都还想来拄好，咱嘛爱对着咱点文书助理，咱前辈这个骹步，会当来国外开放来报道，互咱本地兄弟姊妹都当同前拢个为点。那么当然，今日的活动是会使讲上半日拢过着非常轻松的心情。那么咱德亲到德亲之间，咱会当做一个私底下联谊，互相的鼓励。啊，互咱来推动道务会当增加，真正有潜力、有活力、有热情，有热情、有信心。那么当然，伫这个过程诶，咱今日来重点爱注意着咱的安全，啊，甲咱爱保持着咱这个亲子公园环境的这个清洁，因为咱是道的代表，啊，人入来就知影咱这一贯道的道亲在伫遮咧联谊，啊，如果讲咱的环境若破坏到非常的严重呢，那么咱就破坏着咱道的这形象吼，因为咱在座每一位这个代表，咱拢是道的代言人，嘛是道的代表人咯。啊，所以讲咱出来呢，爱甲咱吼，把这个道念啊坚固好势啊，今日互客甲咱随这个代表同款，拢逐个抱着欢喜的心情要来联谊。但愿即届联谊呢，会当增加咱的咱的道心，甲咱的道志。那么咱互客就要过道联啊，那么啊，就甲这活动组活动组长，啊嘛感谢咱活动组长，甲咱都有处长互客，这个机会呢来甲咱做这个共同来联系。啊，最后叫咱做这个代表，原因呢，伫这活动健康哦。啊，感谢各位助理，感谢指导，谢谢。各位选选哦，另外咱这里有来讲着，咱伫遮呢，咱这公园吼，其实人这嘛是有人有来整理啦吼，但是咱出来，咱的垃圾卖后白蛋，吼，咱垃圾会当先老手边有垃圾先放伫咱的身边，啊，咱有准备迄个垃圾袋，咱可能会统一伫咱的迄个永康的所在呀。咱要喷什么后白蛋？要喷什么后白蛋？啊，这回去你若在等讲哦，才有一间。吼，拢伫咱遮，啊，这下骹遐嘛有一间，咱拄仔咧起来遐有一间厕所，所以咱要上厕所诶，咱有两间厕所，还蛮方便的吼，真方便。啊，咱即摆咧时间就40一个啊吼，即摆9点45分，啊，即摆自由活动11点半用餐，11点半用餐。我有啥物问题？无问题哦。安尼哦，不敬礼解散。他们看哦，真棒哦，看钞票，站着站着。哦。